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日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针对香港人陈同佳讲伊互关出来了要过来台湾自首，法务部大陆委会将做伙开记者会，讲这案件应该由香港优先来处理。嘛，至于讲台湾甲香港为怎样袂使签司法合作协议，香港的保安局昨嘛回应，因讲陈同佳是自愿自首哦，甲刑事司法协助机制并无关系。港路命案变作香港反送中的战火，23陈同佳就要出家，到底敢会家己到台湾自首？伊的动向嘛为司法暂急，升级变政治问题。法务部甲刘委会21暗时斗阵开记者会，强调台湾甲香港双方拢有司法管辖权，应该由香港先处理。嘛呼吁港府伫陈同佳刑满了后继续羁押，无应该放出来。在羁押期满前，港府应本于职权追诉犯行，以为正义。考量到港人港审与审判之优先性与便利性，应由香港政府优先审理。刘委会认为，陈同佳伫这个敏感的时机到案是政治力量的操作，南方表达台湾是主权国家的立场，强调港府应该用国家甲国家的正式司法协助来处理，唔是由嫌犯甲进来台湾到案，尤其两岸拢有共同打击犯罪司法合作协议，为什么台湾甲香港袂使？现在港方又宣称可以向我方提供合法且可行的协助。那么我方要求透过司法协助将嫌犯送到台湾的立场也没有任何改变。台湾甲香港的司法合作问题，香港保安局20暗时发布新闻稿表示，陈同佳是自愿自首，伫法律程序完全没有任何障碍，并强调这个案件甲刑事司法合作机制无关系，事件会当独立处理。两岸10年前签共同打击犯罪甲司法合作协议，做亲子交换，接回犯人依据。犯人遣返会先协议安怎接回、优先接回？若是坐国际航空器，机顶交人；若是坐毋是国际航空器，一般伫空桥接人。不过，根据警方统计，两岸司法合作的请求达成率有无对等的问题。逮捕犯人的部分，台湾对中国的请求完成率高3成，中国对台湾请求完成率则超过7成。今年到达为中国接登来台湾的犯人嘛到9亿人，安为香港回归以来，因为台湾香港无引渡条例，无为香港经济单位接返的案例。记者综合报道。接来要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苹果日报》是指出，日本天皇德仁今年5月7日即位，开始令和时代。今仔正式要登基，来自175个国家、400位贵宾来到日本东京参加庆祝活动。东京的警方是以上悬的规格全力来戒备。再来看《联合报》，英国首相强森希望10月2日下议院会使再度表决新的脱欧协议草案。不过，下议院的议长以无符合意思的规则来拒绝。英国媒体是报道讲，若是英国国会第7礼拜无通过新的脱欧方案，欧盟就会同意，让英国脱欧的期限延到明年的2月份。再来看《自由时报》，并且最近有一个影片，讲总统蔡英文甲台湾维护日本。影片的主持人有讲国语，有当时也卖讲台语。真侪人也准是台湾人制作的影片，也毋过调查局是查到讲，这个主持人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继续来看英国王室，昨宣布讲要撤销王妃斯妮娜王妃资格哦。要广告是指出，因为斯妮娜甲王室争权对国王跟王室不忠，所以要来取消伊的王妃头衔甲所有的军衔。笑嗨嗨坐伫太王瓦吉拉龙宫的市区边，穿婚纱的时阵又搁真有班。伊是斯妮娜，太王7月封伊做王妃，创下君主立宪以来第一摆6妃的纪录。不过时间才过3个月，伊的王妃名号都向提掉，所有军衔嘛拢向撤销。
ประกาศเรื่องให้ข้าราชการในพระองค์ฝ่ายทหารพ้นจากตำแหน่งถอดฐานันดรศักดิ์และยศทหารเจ้าคุณพระสิรินาถมิได้มีความสำนึกในพระมหากรุณาธิคุณและประพฤติตนให้เหมาะสมกับตำแหน่งอีกทั้งยังไม่พอใจในตำแหน่งที่ได้รับพระราชทานยังกระทำการทุกประการที่จะเทียบเท่า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นางเจ้าพระบรมราชินีไม่มี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ในขนบธรรมเนียมประเพณีอันดีงามของราชสำนัก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กระด้างกระเดื่องต่อพระบาท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เจ้าอยู่หัวและ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นางเจ้าพระบรมราชินี这份公告由太王签名，内容讲到斯尼娜行政办法要做王后，佮用国王的名义乌白乱来，才会摕掉伊的头衔。34岁斯尼娜伫北部南府出世，原本是飞行员，有少将头衔。太王册封伊的时阵办了真盛大，后来佮公布两个人做伙时阵相片，引发不少话题。想袂到3个月了后，斯尼娜同为真权失去王后名号。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各地拢是侪云好天的天气，也毋过哦，即几天拢共款，早暗拢会较凉冷。今仔的透早上低温是伫苗栗跟新北市的双溪哦，只有16度来看上新的温度。今仔只有伫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哦，可能会有一寡短暂雨。离时哦，北台湾跟宜兰花莲温度上悬，大约是26度到28度，袂讲介热。中南部跟台东哦，大约是29度到31度。日时跟暗时的温度会差真济，所以提醒观众朋友哦，要出门会使加早一领外套。继续再来看台湾超过3000公尺的山头有268粒哦，行政院昨宣布要开放入山林的条件，所有的申请哦，希望一天内一届会使来解决。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请登山医出席甲山致敬记者会，宣布山林大解禁，以全面开放做原则，放任全台湾81个林道。不过外界质疑，是毋是会让山鸟鼠偷错菜的情形变更加严重？行政院长苏贞昌强调，有对策因应，也就是实施管车无管人，敢若限制车辆出入，人员出入唔免申请。以后就是一站式的，不要各管各的，中央也部会各管各的。然后地方也规定各的搞各的，以后就是清清楚楚，就是很方便。还有我自己最爱的这种中海拔所谓山友讲的终极山，其实台湾很大的面积是一个无人地带，里面有非常多旧的史迹。苏贞昌指出，全世界登山大国拢来自岛国，但是台湾所不了解登山是中国的方法，所以以开放透明、服务教育责任等5大主体，要提升国内登山运动的环境。登山的牛人李美良表示，总算等到政府全面开放山林，除了欢喜，嘛点出山区设施伤简陋，山林管制无方便。对这点，苏贞昌嘛挂保证，适当会投入7亿1千万的预算，针对全台湾35座山屋整建。若是山友认为山南搜救用使用者付费是伫咧处罚山友，资源非常好，但是设施很差，然后我们的山林管制很多。申请非常的不方便，做好准备，做好自律，做好管理，所以要怎么样做最好，都和各方讨论。我们总是以这5个政策主轴，然后向前走。全台湾有268座关山，超过3000公尺，山林资源丰富。台湾百甲更加是登山者的梦想。即马对封闭走向开放，苏贞昌承认讲，这只是头一步，会减收山区77条步道，山区指示牌，提供59位高山的路野地，卖改善全台湾112位主要山区的通行品质，对山林救助会有帮助，提供友善的登山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有400多位住院医师，今年9月份开始就使用劳基法，也毋过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昨指出咯，国内有5间大病院拢会弄劳基法的空棚，卫福部是要求讲，红点名的病院爱伫1礼拜内底提出说明。其中中家病院是表示哦，对新进的医师应提供14天特别休假，是比劳基法较好。讲台北市医师的职业工会是乌白讲，嘛拍算要提出告诉。工时不变长，年收不缩水。虽然讲住院医生纳入劳基法已经1个月，不过却传出有部分的住院医生并无减少工时。
屏东基督教病院就传出有住院医生原本4礼拜工时，刚会排班230点钟，按个病院以劳基法为由，要求医生排满283点钟。纳入劳基法之后，医院告诉他说，因为实施劳基法之后，他的4周工时是283，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数字趋近于283。台北市医生接工会接到真侪会员投诉，有真侪病院误解劳基法，让法律人旁提出真侪不合理的工作态度。亲像真侪私立的病院，伫契约无写薪资计算的基准，阿东病院佮取消已经真久的值班费制度。中华基督教病院和原本就休2天的住院医生，今晚拜六都要值班，工时颠倒变长。中间病院原本一年休困有14天，今晚抬半变做7天。医院现在就趁着这个法令上路，从不适用变成适用的状况去钻这样的法律漏洞。我们觉得，就算法律上是合法，但是在道德上非常站不住脚。是不是有违反劳基法的认定呢？那么是由劳动部来认定但是呢，本部是属于这个住院医师的督导的这个主管机关，所以我们会先有要求这个被点名到的医院呢，那么尽快提出说明。中基病院这是发布新闻稿澄清，因为住院医生工作较特别，甲出勤休困需要，针对新进医生特别休困，甲真侪病院同款，拢提供报道一天开始到14天的特别休困，比劳动基准法规定更较好。嘛无排除对台北市医生接工会提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瓜地马拉共和国未来总统贾迈代参加蔡英文总统见面，嘛邀请蔡总统明年会使去参加伊的就职典礼哦，强调讲因会坚持来做咱上坚定的友邦。瓜地马拉总统当选人贾迈代及伊带团来台湾，和蔡英文总统见面，邀请蔡总统2020年去瓜地马拉参加伊的就职典礼，佮表明会徛伫台湾这边，正做台湾上坚定的友邦。希望2位贵宾未来也在国会当中大力支持我们2国的邦谊。Le hace la más cordial invitación para que nos acompañe en la toma de posesión el 14 de enero. Para nosotros sería un alto honor.que Su Excelencia nos acompañara。蔡英文总统早起嘛出席国际人权联盟，强调台湾是亚洲头一个通过同志婚姻合法的国家，全场拢拍破啊。And this year, Taiwan became the first country in Asia to legalize same-sex marriage. And I have to tell you that it's not an easy process to go through, but finally we made it.年会由原甲平反者施志强头一位开场演讲，讲到伊过去无代无志讲入去刑事案，坐加16冬，落尾得到清白的经历，嘛是原告打过关伫咧家内面的苦和顺案。从27岁到43岁，对我来讲，生活就是3-5步以内的距离。我没有什么梦想，只希望不要再有下一个许志强。这是国际人权联盟年会头一届来台湾举办，国际人权联盟嘛，伫2005年来台湾关心施志强案，促成废除加死刑犯抵卡料的政策。台湾会长嘛讲到，中国的人权压迫继续救援李明伫的行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昨去嘉义造势，嘛讲到香港台人犯陈同佳要来台湾投案的代志。韩国瑜批评讲，陆委会拒绝伊来台湾自首，等于就是甲咱家己的主权放弃。民众热情欢呼，甲道路客甲拢未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日下晡去嘉义新港洪天宫参拜，现场的支持者点点点。韩国瑜倾听之女踏入民进党执政的铁票村嘉义县，积极抢攻选票。伫咧表选举的时阵，佫继续搬出国家主权，对香港杀人嫌犯陈同佳想要来台湾投案，煞互蔡政府拒绝，韩国瑜当为抨击。我们自己把自己的主权给砍断了，此例一开，后果不堪设想。将来任何国家跟我们中华民国没有引渡条文来台湾杀人放火跑掉了，通通都没事啊！这个民进党执政的这政府是不是脑袋坏掉了？怎么可以这样的阉割我们自己的主权呢？韩国瑜批评总统蔡英文讲，上会当保护中华民国的主权，结果是靠东靠西，变哪有啥物主权通讲？呼吁政府赶紧回头，互司法权会当发挥。若是韩国瑜19伫咧台南举行造势大会，互不明人士牵鸡卵，嘛互安全戒护搁再升级。嘉义县警方是部署超过200名警力。千万不要，警察同仁的勤务已经够辛苦了，而且警察的眷属是更辛苦。
所以我希望我如果出来拜访，警力能够维持一个低限度就好，千万不要再把压力在其他同仁身上。关心警察的维安压力，韩国瑜指出，伫咧10万人的场所，要抓出一个轻技能的人，对警察无公平，呼吁各县市莫安尼要求警察，希望莫扰民。另外，针对媒体问到副手的人选敢会是金主部陈怡贞，韩国瑜并无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针对台湾民众党提名18人要选区域立委，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是认为，民众党的提名不是为了当选哦，是要打民进党的参选人救落来，成就国民党。台北市长郭文哲嘛呛讲，哪里伫台湾的选举是共犯结果。昨中国上海的台办主任李文辉嘛拜会郭文哲。上海市台办主任李文辉带上海爱国乐团来台基本交流。21号中昼拜会台北市长柯文哲，不过台湾国质疑柯文哲要向上海报告政绩，被告市政府抗议，双方敢是嘛提早接受每年小小论坛的内容，引起关心。报告政绩，我政绩为什么要跟上海台办报告？这个逻辑就听不懂。通常双城论坛哦，按照我的经验，都不会在现在谈，都是到4月，差不多4月以后才开始谈。现在谈都太早了。另外，柯文哲成立的民众党已经完成2波拢总18席区域立委的提名。不过，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认为，民众党的提名不是为着要当选，是为着要诱下民进党的参选人，成就国民党，和柯文哲无认同。哪个区域是民进党不提名，也不可能啊。所以有时候常常这样啊，这就真的是政治口水。除非你说，这个台湾不准有第3党出现，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个时候他们现在的心态啊，因为他们就是。已经把地盘占满了。柯文哲强调，哪里在台湾选举就亲像共犯结果，第7届修宪就是上好的案例。两大党修出对家己有利的宪法。另外，柯文哲20号在高雄考试韩国瑜，什么都卖做较无压力。柯文哲21号更加认为，韩国瑜失去一届改变国民党的机会。我常常觉得他有点可惜了，他其实只要稳扎稳打，你知道吗？其实他还是可以改变国民党了。不过我觉得他这一战选下去，还是会受伤惨重。以后要改革国民党的能量会比较弱。柯文哲强调，言多必失，家己不是4年的比例悬，是讲伤多。对韩国瑜选战拍到今仔日，发言不断互立赢围攻。柯文哲认为真可惜，嘛认为香港反送中运动恐惊大选进程未结束，嘛有助立赢的选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高雄市长韩国瑜，之前伫台南做西红蛋鸡卵，国安局长邱国正当时强调讲，绝对反对这种无理性的行为。伊嘛讲，等到11月18登记了后，每一组的候选人会有55位特勤人员来保护。对总统大选的时间愈来愈晚，各方关心参选人的慰安状况，尤其是19暗时，南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伫台南的造势现场向轻机能抗议，引起各界注意。国安局长邱国正除了反对这挂无理性的动作，嘛强调讲，国安局针对特勤人员用家己的身躯来保护对象，相关有500万的奖励，是要鼓励特勤人员负起家己的责任，外界唔通干那注意一部分。挡了子弹就500万，不是这样子的，它是涵盖在里边。假如说因此而受伤了啊，我们会有个标准，会大家讨论以后，做个评鉴以后，会核发，等于是不管是慰问金或奖金。针对媒体问讲，敢是因为轻机能的事件会提早总统参选人的慰安，邱国正强调讲，等11月18登记了后，正式变做候选人就会开始。嘛强调讲，一组候选人会有55位特勤人员来慰安，用56组的人员来算，即马总共有300多个人接受训练。若是传出讲中国资金赞助亲中的媒体，也是妄称想要来影响大选。邱国正强调讲，已经接获几类案例，其中嘛有一寡真有名的。有一些都大家都很熟的嘛，那我们也持续的在慢慢去了解，可以从很多资料上可以看到啊，的确中国那边对我们这个网军的这个攻略啊，这对我们全部台湾来讲的话，一年还真的不少。邱国正表示，中国网军对台湾的攻击一年都有1000万条，甲国安有关系都有600万条。国安局会继续来注意，针对相关的证据，国安局敢是拢有掌握。邱国正表示，国安局甲警政、调查局外3平常时的合作拢真密，绝对无问题，嘛会做上好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正在研究外送平台的相关规范，外送员甲头家的关系，还有机车要安怎来管理。行政院昨晚开跨部门的会议，共享经济协会希望在法律规范之前业者必须爱先自我管理。
最近常常团转外送员的车祸意外，外送员拢是骑家己的奥多摆，怎么又搁无外送员营业用机车管理规范？除了一个平台提供上基本的意外险，拢要家己开钱加保营业用机车的险。保有失窃，因为我是新车嘛，然后第三人责任险跟超额那些加一加，这样就5000多了。怎么政府伫个年美食外送平台来管规范？国发会主委陈美玲讲，收集业者意见了。立业行政院会针对美食外送平台规范开跨部会会议，讨论平台营运模式甲营业用机车的管理。因为行政院今天会，我们也会去研究，刚刚薛委员提到的，其实新的这种平台经济的这个未来，或者是零工经济的这一个需求的部分，那个制度应该怎么建立？国发会20家业者共享经济协会研拟美食外送平台规管方式，目前有5大共识，强调安全第一，尊重外送员的工作形态。希望伫法规制定出来进前，让业者发挥自律，加强他律，最近来提自律守则。有的平台它是一些中高龄的2度就业人口，所以我觉得它涵盖的层面就非常广了，有就业上的问题，用既有的这些法令来套用在这些新的模式上，我们觉得应该还有一些可以探讨的空间。在我们1984年订定的劳动基准法里面，它所做的雇佣跟承揽的一个2分法，可能就没有办法完全适用到现在这种就是多元或者是有弹性的劳动的关系。美食外送平台来管，要让它兼顾兼职经济发展加个人的劳动权益。学者认为，现有的劳基法无法度适用单性工作的形态，应该是一个雇佣加承揽之间的模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香港昨举办九龙大游行，有超过35万人走上街头，嘛爆发冲突。香港警方在清场的时阵，向香港上大的清真寺拢互喷甲青笋笋。昨香港特首嘛出面摆回讲，这毋是故意的，也毋过有一寡信徒嘛是气噗噗，认为香港政府无会尊重信仰。有搞错啊！看到有民众外组会就来发动攻击大蓝色的大水炮，完全无顾讲是记者还是经过的人，全部拢去互蓝色的水泥甲变做蓝色的，规身躯是澹漉漉。互水炮攻击到的民众是摔甲跋跋倒，就连清真寺嘛是同款凄惨。大门栏杆啊，个门口的空地啊嘛是，拢互水炮的水泥甲變做藍色嘅。我覺得簡直佢係挑戰緊我哋伊斯蘭教啊，同埋簡直佢喺度侮辱緊我哋喺香港嘅伊斯蘭教啊，同埋究竟佢識唔識咩叫尊重人哋宗教啊？香港的回教聖地無米無帶去伸着拳頭皮，引起香港回教徒的不滿，就驚講反送中運動閣來發生其他的事故。香港警方高層當港暗時就親身帶隊來摒掃，不過簡單短短5分鐘就來發出聲明，強調講是無細字來抓到。繼當港早起，特首林鄭月娥嘛親身來現場關心，差不多底下留尾25分鐘就來離開，嘛無回應記者問的問題。無數年的團體代表是表示，已經接受林鄭月娥甲香港警方的會識的。The police explained clearly that the incident that happened yesterday was not intentional, and I think we can take them on that. 10月20禮拜的九龍大遊行發生真濟件衝突，包括真濟間中資的商店去互放火，中資銀行去互破壞等等。在迄天暗時，在乃至角道附近，佫出現一個唔知是啥物的紙箱仔，內底拿像有爆炸的物件。香港警方第一時間出動特大的機器人，利用火源順利甲引爆處理掉。而且這屆九龍大遊行，佫一屆出現香港警方攻擊記者。香港警察竟然伫咧收隊進前，甲催淚彈彈過去幾下個記者的頭頂，催淚彈佇空中爆開，好佳哉無人受傷。若是拜一上拜的日子，是7月2日元朗攻擊事件滿3個月，有香港的網友發起沿行去元朗靜坐，港鐵元朗站已經提早佇下晡2點關起來。若是示威的民眾會佇暗時7點開始集合，用快閃的行動方式佇各大港鐵站來靜坐抗議。記者綜合報道。來看澳洲，將所有報紙媒體攏甲家己報紙頭版利用烏筆畫掉，抗議政府打壓新聞自由。媒體是不滿愈來愈多法律限制新聞自由，甚至禁止報道醜聞。也毋過，澳洲總理是堅持新聞自由袂使超過法律傷害國家。The Financial Review. Thank you. The Age. Yes. The Telegraph. 澳洲議員摕到一份報紙，質問聯邦警察長官，因看到報紙的頭版攏予真濟黑色的線加圈來打掉的，佮當了紅色的機密大字，強調若是政府對你暗崁事實，因要暗崁的是啥物？
这是澳洲各大报纸21号联合家己报社的新闻头版用要全部围殴，抗议政府打压新闻的报道自由。严格澳洲总理莫里森却坚持新闻自由袂当超过法律危害到国家。Press freedom is important. There is no question about that. Absolutely no question about that. But there are national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that need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way we consider this. 今日抗议是因为过去20天，澳洲通过60外法条，限制记者的自由报道，嘛增加对内部了白的处罚。之前，澳洲法院要下令禁止报道甲政府有关，包括梵蒂冈前财务主管书记主教和判定有性虐待儿童罪行才会见效代。严格新闻媒体主张民众有知影代志的权利，有权报道相关的新闻。结果今年联邦警察强搜查一个新闻记者的厝，加入澳洲广播公司 ABC 的总部搜查，引发到侵害新闻自由的争议。Nobody here is saying that anyone should be above the law. The question is, does the law serve the public interest? Correct. 澳洲虽然是民主国家，却无亲像其他西方国家的权利法案、宪法，嘛无保护言论自由的法条。这个媒体抗议有6项诉求，包括记者必须要跳脱伫个严格的国家安全法律之外，避免伫个报道的时阵互人陷害。因为目前已经有3名记者可能会互政府起诉。记者陈世彤报道。再来看南美洲的玻利维亚，伫10月20举行总统甲国会选举哦，当地是规定总统间人当连选一遍哦，连任一遍。也毋过已经做要14年的领导人莫拉里斯坚持要来拼第4届，目前所有候选人无人票数过半，也毋过要到12月15号哦，12月15第4届的投票才会有结果。2006年上台，社会主义运动党的莫拉里斯是目前拉丁美洲在位上久的国家领导人。虽然玻利维亚是南美洲上善食的国家，但是伫莫拉里斯这个头一位原住民总统的带领之下，经济有稳定而且继续在进步。世界银行报告指出，玻利维亚每年经济成长率是4.6%，是南美洲整体经济成长率的2倍。27日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莫拉里斯的得票率是45.3%，前总统梅萨以38.2%排第2，但是因为票数无过半，嘛无达到赢票数上瓦近的对手10%的规定，依法必须要伫12月举行第2轮的投票。50%, estoy seguro con los votos nuevamente quiero decirles de las áreas rurales van a seguir garantizando este proceso de cambio. Hermanas y hermanos, nuevamente agradecer por su presencia, por su esfuerzo, por su compromiso. 真奇怪的是，当计票显示玻利维亚恐惊会举行第2轮投票，最高选举法庭伫咧无任何理由的情形之下，向向宣布停止传送计票的数据，却引起美洲国家组织的关心，要求最高选举法庭要出面说明。梅萨喺讲行出投票所的时阵，互人问到选举公正公开的问题的时阵，都捌当场表示怀疑的态度。No confío en la transparencia del proceso. El Tribunal Supremo Electoral nos ha demostrado que es un brazo operativo del gobierno, lamentablemente, y nuestra desconfianza es muy alta. 2009年2月，莫拉里斯头一个任期发布的新宪法，规定总统敢来当连选连任1届，但是伊毋但已经做3任，即马佫想要4连任，要一路执政到2025年。2016年的连任公投和平议否决，最高选举法庭竟然以有损莫拉里斯的公平参政权的理由，将伊拗转来，引起社会大众的不满。伊的执政团队牵涉到的贪污丑闻，嘛互伊向上支持莫拉里斯的原住民选民非常的不满。记者综合报道。去年的10月2日，普悠玛冰车造成18人过往，台铁嘛启动真侪项的改善措施，也毋过台铁产业工会是认为人无够，维修的经验佫长残，所以造成小事故嘛是不断哦，看袂出有解。下晡4点49分，全台湾的火车做火淡水犁。去年这个时阵，普悠玛列车伫新马站排练，造成18人死亡的事故。台铁用这个方式吊念，而且嘛提醒员工爱记得驾驶。ADB 开启正常，车号2018。搁一个当爱事故列车出发的树林吊车场，普悠玛的列车检查，甲去年比起来增加2项，包括动力检修员工证明，搁有动力司机员出车库的检点表。列车检修的内容嘛有做调整，因为去年出代志的列车伫咧驶过程当中，主要控制咧驶动力有当时有当时无，可能是散热的问题所造成的。所以即马列车的检查就增加这个控制咧驶燃油气的温度监测。
针对一些普悠玛个别车型有出现问题的地方呢，我们会再增加一些小项目的一个细项的一个检查。依据统计，大概有10来趟被临时更换下来。啊，毋过台铁的产业工会指出，台铁最近常常出细项的事故，上主要问题也是卡手无够。虽然行政院答应讲3年会甲人报告业，啊，毋过用109年来计例，医生的原价是17362个人，啊，毋过已经要年底啊，敢若有14917人，总共净差2000多个人。除了特考的名额无够，新进员工训练嘛少，啊，佫有离职问题。人力不足跟台铁的那个车辆啊、设备的状况就还比以前更严重，是我们最近都感觉出事的那个量非常大。普悠玛事故发生已经满1年，台铁卡手无够欠了的问题嘛是搁伫咧，事故的原因也搁有争议。竟然宣布重新启动普悠玛调查运安会，再去第一届前往树林调查场了解普悠玛 ATP 等等系统运作的有路。运安会嘛向交通部来建议，台铁欠大数据监控分析，未来应该加入去安全管理系统，才会当排除一寡看袂到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台铁列车长互旅客攻击的事件是一再发生哦。台铁昨开始试办，互列车长会使炸红心喷雾哦，会先试办2个月，看效果安怎。区间车停靠月台，列车长就车伊无线电联络站务员，搁爱协助旅客，因为进前真集团出列车长互不理性的旅客攻击。台铁对即马开始试办配款红心喷雾，但是实际上在个车头真侪列车长拢无炸。应该没带耶，没有带。对，但是有发啦。有发，我有看到我们单位有发。听说有人不敢啊，觉得说会有执法性的问题，会担心这个。多少会啦。环岛法律部分执法权万不离使用电动引起后续纠纷，大部分人搁在观望。台铁表示，目前先伫家人的车帮甲台北的车帮提供180罐红心喷雾，互列车长家己摕。进前嘛举办过教育训练，说明喷雾使用的时机。如果沟通情况之下，旅客还是失去理智或有一些脱序的行为之类的，我想说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就会想说列车长可以用这个防染喷液。炸喷雾会试办2个月，才搁检讨是毋是可代实施。定定使用红心喷雾经验的铁路警察局表示，台铁所配发的条状喷雾使用的时要有一定的距离，若是当着无理性乘客攻击，一定要退后保持距离。如果说你今天是碰到持凶器的歹徒，那我们建议车长你先保持安全距离之后，再尝试着使用防御型喷雾，不要当下马上在短距离内使用这个。铁路警察局嘛提醒，因为喷雾会让人暂时看无，刺激心跳加速，无建议用伫咧老人、囡仔、妇人人和虚弱的人身上。过去铁路警察捌伫车头使用，压制攻击的民众了后，会随送地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头城，昨有一个72岁阿伯伫渔港去捡到一支气管哦，伊早登去处理，结果煞爆炸，阿伯当场死亡。阿伯捡到有可能是一粒军方演习的时阵落落啊，阿伯爆炸的火箭弹。现场有风扫线、涂骹有爆炸流落来分野，宜兰地检署检察官陈义良再去甲警方、军方的微爆弹的处理小组来事故的现场勘查。因为头城一个72岁阿伯20伫警方渔港的码头捡一支铁管，早登去工寮要切，想袂到熊熊爆炸，阿伯当场死去。军方判断这是一粒口径2.75寸的火箭弹。搜寻的地点的话，我刚刚有跟队长讲，你再跟队长讲。没有办法判断说是哪个单位的弹药，但是它的口径就是2.75。那会不会是之前在大埔试射的那个？这个我们没办法去做判断。大家讲，渔港内底还有其他的微爆弹，军方摕金属探测器开始地毯式的搜索。因为宜兰总为有设大号气炮场，提供国军对海试射。10月份到规划17届实弹演练，期间以来嘛会通知渔民爱避开演练的海域。当地渔民讲，过去常常嘛好钓，最近这几年减真济，不离个今年1月份嘛渔民好钓一个要讲的。一样是捞回来之后通知海巡，海巡再通知我们甚至。为什么这样的未爆弹危险爆猎物会在渔港这边，会在海底这边那么容易被捞到？射击之后的未爆弹是经由可能渔民那边做所谓的做
做渔获的，然后之后捞取到尾巴单。家属拢唔敢相信，因为外表看起来真正常的铁矿，所变做害因亲人死亡的炸弹，而且就伫咧渔港边仔的粪扫堆内底，要求军方爱负相关的责任。若是这个微波弹算是实弹，还是训练弹，就要等待军备局的报告。宜兰3期部是表示，唔知影讲是倒一个单位，目前敢若负责处理发现微波弹的后尾流程。记者综合报道。南投信义乡的双连七彩吊桥已经要完工了，拍摄明年10月初伊要对外来开放。也毋过最近所有民众偷走入去翕相，佮铺上网络。县政府是表示会来加强管制。工人当咧施工，赶紧敲进工程的细节，挂伫咧结构两边下过双量水墙的双量七彩吊桥，长度超过300公尺，宽度只要40层楼悬，会当看到壮观的景色。但是对还未完工，就有人弄入去吊桥翕相，佮抛弃伫网络和人分享。不是很好吧？而且在这个地方，工程正在施工当中，然后还这样子用这样子的方式，比较不知道的人带来不好的影响，大家有样学样的话，反而会更糟糕。虽然有些标语提醒民众桥也未起好，不过总是有等袂赴的民众来到这想要参观。工程单位讲，走入要工地翕相的人阁袂少，互因有影真头疼。他们会利用我们下班的时候啊，有的门禁已经管制，他们有时候用那个空拍机。工程单位表示，目前桥边已经铺好，每50公尺就完成。即马工程的进度已经是有90%以上。如果年底完工了后，按算明年初就会开放。县政府表示，即马当阁是工地，敢来当加强管制，防止走入来，暂时无法度开发。现在这个是并没有什么处罚了哈，我们会加强现场的这些管制措施嘛。那我们也呼吁民众不要去进去了。那当然，如果说我们已经做足够了这个管制措施，那民众要闯进去，可能对安全的部分他自己要去做考量。县府表示，了后阁会规划保险甲安全机制，不过目前阁伫规划甲发包。民众若是发生意外，真歹厘清责任。除了加强安全的管控，嘛请民众爱较有耐心的，等到对外开放才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东县政府甲台东大资界合作，争取补助成立全台湾头一座东部生物经济中心先导工厂，会来协助农民甲农产品变做是健康食品。经过浓缩的牛洲菇一滴一滴落入去生物科技低温机内底，变做一粒一粒圆圆的形体，安尼更较方便食。这款的设备嘛，当用伫咧其他农特产保健食品的制作。不过台东县过去无这款的工厂，不离过今年台东县政府甲台东大学的合作，争取华东基金补助1亿外，利用台东大学旧校区的体育馆，改做一座研发农产品会当做粉一粒一粒的，而且包装行销的东部生物经济中心先导工厂，和台东生产的农产品唔免阁送去外地，就会当伫在地升级，加工做生物科技的保健食品，安尼嘛会当提高农产的经济效益。对台东的产品来说，是增加各种各多样的一个面向的产品价值。有因的研究背书吼，咱的物件内底含的成分啥货吼，较有各一个公信力啦。这座先导工厂嘛是国内大学第一座先导型的食品升级的观光工厂，会当提供观光客来参观，而且还有申请2年制食品生物技术的应用专班，培养在地的人才，明年开始招生。高中毕业、高工毕业。或者高商毕业，工作满5年就有资格来报考。东部生物经济中心先导工厂预计后个月就会当开始试营运，接受全国农民委托生产，不过收费的标准还未定出来。不离个台东的农民希望讲会当优待在地的农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为台东拖系毕业的少年老师，伊甲伊饲拖的经验，甲家己是过公里的成长过程写做册，伊去偏向教囡仔熟悉拖个自然生态，嘛鼓励囡仔会使来追求家己的梦想。摕出家己所饲的蛇，在座的囡仔兄囡仔姐是痛家，挂号号做拖拖老师的吴信哲，永存捌到过 ADHD， 较无法度专心。成长的过程毋是讲介顺遂，不过靠着热情也够坚持，伊创立拖拖老师这个正特别的职业，世界和无共背景的小朋友分享伊和拖拖斗阵生活的自然智慧。自己很棒的地方，然后其他人可以多了解，就是过动孩子的特质，主流的框架之外的孩子，
也都可以被看见他们的优点。自然界每一个生命拢是独一无二、不可取代的，这就甲囡仔的生命同款。每一个生命就那亲像是无共色水的花蕊。小朋友为5性节的分享，看到伊严严的生命力。他以前是过动儿，常常被老师骂他是不专心的人，可是他没有放弃梦想，他是继续朝着梦想前进。其实近距离观看这些小动物、小昆虫，其实会发现它们有很多可爱的地方。这节童拖老师的课，唔但让小朋友体会照顾童拖所需要付出的爱，更加鼓励这阵小生命伫咧将来爱勇敢开出属于家己特别的花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有一个社区哦，予各种美术班的学生摕撸啊、石头，甚至是用纸来画图，画出来的图样嘛真无共款，咱做伙来欣赏。摕撸啊伫围墙面顶撸来撸去，这阵云林原种各种的学生，毋是咧洗壁，因是咧画图。这和一般的彩绘围墙啊，用油漆测试的方法无同。学生用铁撸啊、石头，甚至是纸，才会无共款的工具，甲围墙表面原本的乌色撸掉，这幅画就豆豆啊铺出来啊。这种比较不会掉漆，然后也比较环保，比较不用用那么多彩色颜料。会比较困难吗？有比较困难，因为常常在刷的时候，灰尘会飘进眼睛里面。其实真的很费力，就是你要刷的越白，它会看起来越清楚明显。然后所以其实昨天孩子们都很努力。这阵美术班的学生常常咧画图，进前慢慢到其他的社区来斗美化。也毋过摕撸啊来画图，这个是头一摆。乌仔来社区的居民看到原本乌麻麻的围墙啊，变做一幅长长的图，因拢表示讲，这阵学生有影真厉害。真厉害啦！真厉害，足厉害，足够的，无简单啦。因彩绘有一个缺点，3年5年了后，伊会脱落。啊，所以吼，阮就是想讲吼，咱若用点青啊，甲用个铁面啊，甲面的吼，是毋是安尼画一个物件出来？这幅图面顶有古水的鸟鸣啊，有农村的风景。社区和学校做伙合作，为地方打造独一无二的景观。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屏东火车头是变甲真无共款哦，车头外面有一个打完工的喷水池，有水母，阁有灯光、阁音乐来迎接每一个返乡的人甲游客。这座喷水池有变化万千的水母，50个灯光，佮配上少年的艺术家为水母特别打造的音乐。屏东火车头前的气氛和较早无啥相像，不管是日时也是暗暝，拢有无共款的风景。会有一些音乐搭配水舞的一些喷泉的展示。那在晚上的时候会更精彩，因为会结合灯光，然后还有音乐，然后跟水舞的表现变成一个新的一些呈现。屏东火车头前的环境工程开5500万，其中上声人目的就是这座喷水池。在咧连假期间，和大家见面在地民众也有很多来游客伫遮欣赏。觉得蛮漂亮的，就大家除了就是在等待家长来接送期间，就还可以再顺便欣赏一下屏东的美这样子。焕然一新啊！以前它现在这个喷水池那个声光那个灯光跟那个水幕的效果做起来之后，其实会让人家觉得屏东一个很不同的意象这样子。屏东火车头的环境整合计划工程，包括车头广场，也有中山路两边的各项设施，拢伫要陆续完工。后回来到屏东，一行出火车头，就会当看到水母、灯光来迎接所有转来主题，也有很多来旅客。记者综合报道。透过网络买物件包装的材料嘛是真浪费，环保署甲厂商哦，就拍算要为年底开始限制包装材料的使用，希望到民国111年有一成的包装是会当回收佮利用的。敢若是买2块健康食品，使用真大的纸箱仔内底。内底阁有今日去弄到的塑胶泡面，民众真介意伫网络买物件，买到的商品所嘛需要一寡包装的材料。为着要减量，真有名的电商平台决定讲要配合商品的大小，送31种纸箱仔，而且用纸的贴布取代一般塑胶贴布，而且嘛要减少买一件物件所分归的价格比例。我们大幅的减少分箱出货这样的比例，大概减少50%，也就是说我们整体的包材的使用量大概降低了15%。根据估计，国内一年使用超过8000万的包装箱仔的材料，要安怎减量？环保署甲各界共同订定万国包装减量的指引。
规划伫今年年底达成包装材料的重量应该比包裹的总重的10%更较低。109年达成包装的材料单一材质会当来回收，包装印刷的面积会当伫50%以下。若是到111年，希望讲业者采取会当重复使用的循环箱仔甲袋仔，希望讲比例会当达到1成。在大家都来配合的情况下，那如果必要，我们就会把它法制化。那法制化，它也许对少数不配合的，我们就会有强制力。建议有业者研发出循环袋仔，搁伫试验的阶段。目前较有困难的所在是要安怎克服，让消费者来行会当较方便。目前我们跟一些连锁店来洽谈，像红源汉堡或者 COCO 或全家，我们都陆续在洽谈当中。环保署即届甲真侪间网络平台来合作，包括市场面顶超过一半的包装箱仔甲袋仔的使用量，而且有刷标志来互消费者认捌。若是讲有要入法规范，还是讲处罚无要配合的业者，环保署惊讲黑白处罚会引起业者不满。选择先用推销的方式，先鼓励业者来配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第三有一个社区，伊用喷桶来种菜哦，使用有机肥，废不利用，可会使种菜食了健康。稻油喷的喷桶也通用来种花、种菜。德山和兴社区甲喷桶再利用，互人感觉正新鲜。感觉讲安怎真好啊！啊，你家己有想要试看卖？会啊，种了水嘛，家己嘛挺好食啊。系啊。先甲喷桶滚汤、倒水缸、垫菜栽，搁将雪甲芒仔放入桶仔内，甲喷拼入去，利用发酵原理后培种有机菜色。因为目前在这个试种的过程中已经相当的成功，那现在我们社区也希望我们的长者能够经过这一次的学习，以后也可以家家户户都可以用，那也是最安全的有机蔬菜，甚至也可以种一些花花草草，来美化我们的环境。用喷桶来种菜、通加菜，用来种花，也互社区环境更较水。德山和兴社区和喷桶有无同的用途，也互社区有无同款的风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一名16岁高中生哦，伊一只物件就吐，体重嘛一直拉。后来医生检查发现讲，伊食入去的物件拢塌伫脑后管内面哦，无入去胃消化。医生手术了，甲伊的脑后管筋膜切开，才会当正常食。食饭时间，民众拢会到餐厅还是小吃店来食物件。这种动作对高雄一名16岁的少女来讲，算是噩梦，因为伊这段期间只要食物件就吐。身高165公分的伊，体重剩38公斤。检查发现，伊是得到罕见的食道迟缓不能症。食道的肌肉不收缩，那再来的话就是贲门的地方的肌肉不放松，所以他吃的东西全部都会积在食道里面。这种镜头是患者食道的肌肉无正常，还有下括约肌是无法度放松，贲门拍袂开，所得物件拢堆伫食道内底，袂当到胃内底，嘛互患者是一直甲食物拢吐出来。好发在中年人、中老年人这个年纪啊，但是我们最近发现有很多年轻人在10几20岁，似乎也有好发，越来越多好发的这个迹象产生。医生讲，这种镜头是真歹得看，每10万人当中，大约是1人到2个人会得到。伫台湾一年通天上济是250名患者，不过确定的原因是无法度来知影。虽然讲会当靠肉毒杆菌，还是讲内视镜来治疗，不过拢有复发的可能。最后是用手术来帮患者把肌肉切开，互少女恢复到正常的食食，袂阁有食物件就吐出来的状况。记者王刘婷、柯正准高雄综合报道。桃园有民众反映讲，伊的厝边楼顶哦安装真侪电脑设备哦，无暝无日拢在运作，所以地板的温度是拢称真悬，真烦恼讲有一天会发生意外。当地议员嘛认为讲，一般徛家嘛应该要有相关的规范来管理。进前伫桃园有议员接到民众电情，讲因徛家的厝边伫咧厝内采真侪台电脑设备加主机，暝日拢无停伫咧挖矿采集比特币。造成因厝内地板温度真悬，每工提心吊胆，惊有火灾，希望政府想办法。电线走火啦，资讯设备或是一些家用电器设备那个负载量过高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个火灾意外，所以其实城市的民众也每天生活在这个恐惧的阴影当中。议员讲，虽然都市计划就地各项目的使用限制，无法度规范私人徛家内面所装饰的资讯设备，不过这么科技愈来愈进步，法令也得进步。建议都发局研究一下，看有什么方法会当规范立管。那我们会找资讯、消防、
这些单位来讨论现行的法令在管理上会不会有什么消防公安的问题。对议员讲，希望会当立管，都发觉讲，采集比特币无算行业，无相关规范。不过有民众提出安全的问题，伫最近会邀集建筑管理处、消防局等相关单位，针对公共安全法规来做检讨，看用什么方法来规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024巴黎奥运的标志摆伫法国首都巴黎公布，由3个符号来组成，包括金牌、辉夜跟玛丽安娜是法国的精神象征。Premièrement, en fait, ce logo,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ans l'histoire, on voulait que ce soit le même pour les Jeux Olympiques et Paralympiques. Ça, c'était une ambition très forte. Et ça, c'est historique. C'est la première fois dans l'histoire des Jeux. C'est historique. C'est pour dire qu'on a la même ambition pour ces deux événements, de mettre ces sportifs olympiques et paralympiques au même niveau et de célébrer les Jeux de la même manière, que ce soit en termes de célébration et d'héritage. C'est la première fois dans l'histoire. 2024巴黎奥运是巴黎伫100年前举办奥运了，再次来争取到主办权。这嘛是史上第一遍奥运甲身心障碍者举办的拍运会使用同款的标志。巴黎奥运嘛已经向国际奥会来提案要增加歌舞、厨房、佮运动备馆、佮有雏影等4个项目的比赛。再来看日本的德仁天皇今仔要登基，依照日本目前的规定只有男性皇族所生的男性后代，才会当来继承皇位。若是无修改制度的话，未来13岁幽灵嘛一定会有生后生的压力。2006年，文林阿宝生幽灵，日本皇室总算拍破40年无生男性的爱忧剧变。啊，毋过拄接任的德仁天皇并无后生，有爱子公主一个人，是毋是要改变现在制度，和女性或者是女性皇族的后代买当继承，是日本困扰真侪年问题。按照现在皇室典范，德仁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是文林，第二顺位就是幽灵。今年13岁幽灵，未来是毋是有继承人，责任就特别大。被未婚幽灵对爸母出访不单，伊的所有行为拢受到大家关心。自分が将来天皇になるっていう幼い頃から、将来は即位する立場であるっていうことを自覚してもらわなきゃならないですね。だからそこで国民の期待感とかそういうものを受け止める肌身で感じるっていうそういう教育が必要なんですね。根据日本的民调，有70名将赞成由女性或者是女性皇族后代来继承皇位。安尼包括爱子公主甲幽灵的2个阿姊，拢是继承的人选。女系の、天皇を容認するべく、皇室典範を改正するということは、それだけ一挙に安定性高まりますからね。这几年来，日本各界拢在检讨皇位继承制度。不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反对女性天皇，却看作改变制度的一大阻碍。未来情势会安怎发展，各未少的变数。记者综合报道。韩国的 K-pop 伫世界各地是愈来愈时行。韩国政府毋但伫国内，嘛伫国外举办真侪大型的演唱会来经营流行音乐的市场。造型团队伫后台赶紧替将要上台表演的人化妆，每一个拢画真面显的韩国妆。无详细看，可能个就是因是倒一个韩国的流行音乐团体成员。随上这种活力的少年人，是一群热爱 K-pop 音乐甲文化 fans。毋过，甲一般小明星无共的是，应该是今年为全球超过80个国家6400外组团体选出来 K-pop 比赛参赛选手。毋但是成员家己偶像的音乐、舞蹈甲打扮，佮家己个人的想法，传达因对 K-pop 的热爱。来到这个舞台，就是为着下当原邦有机会甲真流行的韩团明星斗阵唱歌跳舞。Am I really going to perform on such a big stage? Am I really one of the selected contestants? And I went to find out like how many contestants were selected and all that. I'm like, kind of in disbelief, yeah. 台顶真骨力的演出，大卡嘛热真捧场，规场活动就亲像是 K-pop 界奥运。这么大规模的活动背后自然有南韩政府的支持。为2021年开始，韩国外交部、KBS 电视台、甲海外文化宣传院，逐年联合举办冲完 K-pop 世界庆典。
邀请世界各地 K-pop fans 到庭参加，只要会当通过预选，都有机会到韩国旅游，参加决赛，接受专业歌唱甲舞蹈指导。今年最后的13个决赛入围者，有为哈萨克、科威特、加马达加斯加这些国家来的人，会当看出韩流的威力甲影响力，在过去这20年增加真多。How expressive you can be, and like there's always different genres, and it's just like I feel like it's a place where you could like show the passion you have for music, dance, or like fashion, and no one's like bashing you for like what your likes are. 南韩政府资助真济类似活动，有专家分析，这介意 K-pop 的少年人，未来可能会变做新闻记者、商业领袖，或者是外交官。南韩的流行文化会转化变做外交能实力，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的详细天气，咱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9度。华东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公视第2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谢谢。